計劃嘅咧實在太多，所以咧而家變咗積住晒，就拖到可能要2027年之後咧先至又開始批到啦。咁所以大家先至咁惆悵、咁焦急，就喺度等緊。所以今日一陣間我個講座裏邊咧都會有提到，就係話等緊嘅時候，其實大家仲有啲乜嘢可以兩手準備咧？有啲咩其他出路可以去考慮一下咧？咁我一陣間會講嘅。好啊嗱，咁啊，首先如果聽唔到咧，首先我真係要多謝我哋有一個好好嘅同事啊，每年幫100萬以上嘅家庭去幫佢租屋或者買屋。咁但係租屋嘅咧，其實去到1、2年、3年之後，佢個 PR 搞掂咗之後，梗係個個都想做一樣嘢㗎啦，係嘛？即係擁有自己物業啦，我哋叫安居樂業啊嘛。咁啊，我哋自己 Power Seven 咧有好多時候都希望將我哋嘅資訊帶俾你哋啦。咁我自己本身係做咗27年啦，眨下眼雖然我32歲，但係我5歲開始做嘅，我5歲就已經好大個、好成長咗㗎，跟住而家就開始啱啱先達到佢30零歲左右度。咁啊，當然擁有物業其實一樣嘢好處㗎。當然如果你啲新移民唔知咧，其實我成日話物業係一個保值嘅嘢啦嚇。咁你需要長時間去 keep 住呢個物業，最好咧就喺咩時間買屋啊？當個樓市向下調嘅時候，今日係咪大家聽到有啲人哇？而家啲樓價好抵啊！我啱啱買咗一間屋喺 Richmond Hill， 2300尺，我琴晚11點幾都做緊張 offer。喺 Jefferson 即係 Young 同 Stouffville Road， 咁啊雙車房 walkout basement 4睡房9尺樓底喺主層，實木地板，全部屋頂換晒。咁啊以往可能要180萬、190萬啊，最後成交159萬。咁與雙車房嚟講係好抵啦嚇，包括佢仲有個 walkout basement 可以做咩啊？租俾人咯。如果你話想幫下少少啲收入嘅，大概租到1800到2000蚊左右到啦。咁都幫到啲地稅啊，嗰啲 mortgage payment 啊，咁所以趁低吸納，咁啊有時就話記住買物業唔係投機，係真係俾自己一個保值 pass on 俾你嘅後代，呢個就係我哋中國人最中意做嘅嘢。好，咁我唔講咁耐啦，咁啊第一樣嘢我哋好熱烈歡迎阿 Ann 同我哋講下移民今日 CA 同 CB 要啲乜嘢啦。好，俾啲大力啲嘅掌聲得唔得啊？喂！唔該晒啊，老闆嘅介紹啊。係。咁首先我想喺呢度咧，多謝今日大會嘅即係主辦單位 Power Seven 咧邀請我嚟做主講嘉賓啦。咁我亦都多謝晒今日喺星期六放假嘅時候，大家都出席嚟聽呢一個講座嘅。咁或者我首先介紹一下自己先啦。我英文名係 Ann Lui， 中文名咧就叫做安妮，我姓呂嘅，咁其實都係中文名同英文名係一模一樣嘅，咁就非常之好記。我嘅公司咧就係浩望移民顧問公司，咁英文名咧就叫做 Hopeway Immigration。咁係啦，呢個就係我自己個人個 profile 啦。咁我自己本人咧就係一個持牌嘅加拿大移民顧問嚟嘅，而且我亦都係安大略省嘅宣誓專員。咁如果大家移民上面有啲文件需要宣誓嘅，我都可以幫助大家辦理得到嘅。喺我創辦自己嘅移民顧問公司之前咧，我都幫其他移民顧問公司做過啦。咁所以我處理嘅 PR 嘅申請咧，都有好多種類嘅。譬如話即係除咗 Stream AB 之外啦，我仲會處理一啲家庭擔保啦、配偶擔保啊，又或者甚至乎 H&C 啊，同埋一啲經濟類別嘅移民申請我都會做，同埋一啲工簽、學簽等等。咁我自己本身咧喺加拿大嘅皇后大學嗰度畢業啦，咁我就攞到呢個法律學院嘅移民法同埋公民法嘅研究生文憑嘅，所以我自己對加拿大嘅移民法咧都有相當嘅認識。咁而且咧，我同大家一樣，我自己都係移民過嚟嘅，我喺香港移民過嚟啦。咁喺我個家庭裏邊，其實我就係第一代嘅移民嚟㗎啦。所以你哋之前經過或者即將經過嘅移民嘅旅途咧，我其實都行過晒所有嘅 steps。咁可以咧就係作一個叫做親身經歷嘅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我期望就係喺未來咧，我同埋浩望可以陪住大家喺你哋嘅移民旅途上面咧，就同你哋一齊同行，同埋俾大家作一啲指引啦。咁係啦，我今日個講題咧，點解我會擺咗一句説話：凡事抱希望，前路任你闖。
我希望大家唔會覺得好似好老土咁。其實呢個係我自己做人嘅座右銘，亦都係我創辦公司個理念嚟嘅。因為咧，喺過去一年，我相信大家都親身經歷啦。加拿大嗰個移民政策咧就急轉彎，360度轉彎。原先2024咧就話，我3年之內要歡迎150萬個移民。點知咧，1年之後咧就已經係咁 cut， 所有門路不斷咁閂啦。無論係 PR 又好，工簽、學簽，全部都喺度閂門㗎啦。咁所以有好多無論係申請過嚟係諗住攞 PR 啊，甚至乎係學簽、工簽嘅朋友咧，都越等越焦急，或者係覺得好似前路茫茫啊，唔知點算好。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，正正就係喺呢啲咁有挑戰嘅時間咧，你先仲更加需要抱有希望，因為你只有你仍然都有希望咧，你先至會向前行，先至佢會揾到出路同埋見到曙光嘅。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好重要啦。咁好啦，呢個係我公司嘅一個簡短介紹。好似好多字咁，多嘅我就唔講啦。大家咧就可以上去我公司嘅網頁 hopeway.immigration.com， 你哋又可以隨便瀏覽下啦。咁喺呢一度咧，我淨係會提2點，就係我公司嘅特點。第一就係浩望移民顧問公司咧，我哋係會視每一個個案咧，就係一個獨立個案，即係我真係會單對單同你哋做一個。聽唔到？喂，係咪好啲啊？唔係呢個好啲，呢個好啲啊？哦，唔好意思，可能我唔入咪，我唔入咪。咁我係想講就係話，我嗰個顧問公司咧，就係真係會單對單同大家。依據你嘅背景、你個 profile 同埋你自己個具體情況咧，然後先至同你度身訂造提出一個建議嘅。因為有一啲坊間我知道有啲移民顧問公司就係話佢有一個 cookie cutter 嘅 approach。咁我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咩叫 cookie cutter？ 就係話佢有一個可能海三省嘅移民計劃，喂，大家無論你個背景啱定唔啱都好，上車啦。我有一個保姆類移民計劃。你唔理你係乜嘢背景都好，你又嚟上車啦。咁我哋係唔係咁做法？我哋係絕對係度身訂造嘅。咁第2點咧，我哋個特點咧就係，當你嚟到浩望移民顧問公司咧，你除咗會得到專業嘅移民意見之外咧，其實我仲有一個 network， 有一個網絡咧，有一啲 solution partners。就係因為喺你嘅移民過程之中，可能你有其他唔同嘅需要，譬如話某一啲嘅移民計劃，你係需要提升你嗰個語言能力，先至可以滿足到嗰個計劃嘅要求嘅。又或者你過到嚟，你係想揾屋嘅，租屋嘅，甚至乎係你想喺稅務方面咧。係攞啲諮詢攞啲意見，因為有好多人喺海外有好多資產嘅，究竟佢應該點樣處理咗先至過嚟加拿大唔需要交咁多稅咧？咁呢一個我哋都會有啲 solution partners 咧可以推介翻俾大家。我哋唔會收推介費嘅，因為其實我個宗旨咧，只不過就係想我啲客戶盡早可以喺加拿大咧安居樂業、定居落嚟，安心放心嘅啫。如果大家在座各位咧，你哋本身自己有個具體有啲唔同嘅具體情況啊，或者你有啲特別嘅問題，唔方便喺咁大嘅大會裏面問咧，我歡迎你哋喺可以掃一掃描呢個 QR code， 同我 book 翻一個諮詢，咁我可以盡量解答你哋嘅問題嘅。OK， 首先我想睇下在座今日其實有幾多係Stream AB 嘅朋友啊？有冇啲係 Stream AB 嘅朋友？哦，都多嘅Stream AB 嘅朋友係咁我希望你哋係即將就會得到一個批覆啦。咁但係好多人都等咗好耐啦，申請咗。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係呢幅圖裏邊見到自己？好似左邊個女士已經等到扯晒頭髮啦，好掹整啦，抑或佛系嘅男士靜靜地等，好安心嚇，會唔會後邊嗰啲佛系嘅男士，抑或你哋有冇參加齊發聲大會去集下氣，去大家凝聚力量咧？咁我唔希望你哋係最遠嗰個，已經心灰意冷，諗住離開加拿大，諗住回流啦。無論你係邊一種情況都好，因為每個人咧都有自己嗰個考慮，有自己嗰個情況同埋
大負擔，所以無論你係揀咗邊一條路，我都唔會去話批評你哋。但係咧，其實今日我嗰個大會今日我嗰個講題嘅目標咧，就係希望主要就係希望咧，為大家提供多啲資訊，令到你哋可以從多啲嘅角度去諗、去思考，然後從而咧就調節下自己嗰個心態啊、思想。等你等嘅過程之中，可能你會覺得舒服啲、舒緩一啲。咁當然啦，我都會提供一啲實際嘅行動你可以做嘅，俾一啲建議你哋，咁咧會令到你哋嗰個申請咧可能順利一啲、快捷一啲嘅。係啦，呢個我放咗3條問題，因為咧成日咧都有好多朋友問我嘅，即係大家等到好鬱結嘅時候咧，就會話：喂，係咪因為即係阿 Ann 係咪因為好多難民啊湧入嚟就搶晒我哋呢啲救生艇嘅位啦？咁啊搞到我哋拖延審批，又或者係咪加拿大政府諗住唔兌現對香港人嘅承諾，諗住不了了之拖下冇咗件事啦？又或者香港救生艇嗰個積壓咁多，但係咧我哋見到 PR 嗰個下額不斷跌嘅，咁會唔會個下額過咗就即刻拒絕我申請被拒咧？咁我哋睇下呢一幅圖，我唔知你哋睇唔睇到啲細字啦，咁但係我可以講一講咧，佢係咩嚟嘅？左邊呢一個表就係喺加拿大收緊移民政策之前佢個計劃。原先2024啦就有48.5萬嘅 PR 佢收咗啦，即係批咗出嚟啦。佢原先個計劃就係2025有50萬佢會批嘅，然後2026都係50萬啦。但係一刀切之後咧，就突然間就話：喂，我個配套設施咧就唔支持唔到咁多移民啦，咁所以咧去咗隔離嗰邊咯喎，減咗21%。2025咧整體嘅移民啊，佢只係得39.5萬個限額。然後2026咧又再減，都係即係比起佢原先嘅計劃減20幾個%啦，咁就得翻38萬啦。咁我呢度想講乜嘢咧？大家可以睇落去就係話，其實每一個類別咧個限額都減嘅，經濟類移民又減23啊24個%。但係我哋救生艇計劃其實係屬於咧叫做 humanitarian and compassionate and other policy。所謂 other policy、public policy 咧就係即係叫特殊措施、特殊政策。咁我哋個限額咧其實係冇減到喎，不減反升嘅喎。你見到本來2025佢計劃係得8000個限額嘅啫嘛，但係喺移民法例收緊之後咧，佢係去到1萬嘅。然後之後嗰年2026咧，其實我哋都有6900，個減幅咧係比其他類別嘅減幅細嘅。咁點解咧？其實我相信係加拿大政府知道自己咧，因為太多申請積壓啦，咁佢要舒緩呢啲積壓咧，佢一定要有翻咁上下限額喺度嘅。咁所以佢個減幅係比較細。並且咧，我想答翻一條問題就話：喂，係咪因為有難民嚟，所以搶咗我哋啲位？其實就唔係嘅，因為難民嗰個 category 咧，同我哋 H&C and public policy 即係特別措施咧係分開嘅兩個 quota 嚟嘅。難民咧嗰度得5萬幾個限額嘅啫，而我哋咪得5萬幾個限額啦。但係我哋humanitarian 嗰個咧就係同佢係完全分開，佢哋唔會搶到我哋啲位嘅。咁到第二條問題啦，大家就話：喂，係咪即係呢個加拿大政府想拖香港人咧，即係諗住唔兌現咧，冇咗件事咧？其實我自己有少少個人嘅感受啦，就係我覺得加拿大係一個好大愛嘅國家。咁佢唔單止咧好關愛香港人，出咗一個呢個咁嘅恩恤政策、特別政策啦，而且佢亦都好關愛其他嘅國家嘅人嘅，譬如話一啲受戰火摧殘嘅國家，例如以色列啦、巴勒斯坦啦，一啲極權國家統治，即係一啲恐怖主義，譬如伊朗啊，甚至乎係非洲嘅一啲可能有派系衝突嘅國家啦，譬如蘇丹咁樣啦，烏克蘭就不在話下啦。咁呢啲國家佢全部都有一啲特殊措施咧，去俾佢哋啲國民。但係我想講一點就係、香港救生艇計劃同佢哋比起上嚟咧，其實係優惠好多嘅，因為你見到咧，我圈住嗰啲咧就係以色列同巴勒斯坦，佢得到啲咩？佢就得到只係一個臨時居民嘅政策。伊朗都係臨時居民嘅政策。蘇丹佢俾佢哋申請難民，但其實申請難民咧，大家唔好以為好容易啊。其實佢要滿足聯合國難民公約底下嗰個
定義咧，佢先至可以申請到，所以係好難嘅其實。咁到下邊啦，烏克蘭啦，佢咧原先咧打到嘭嘭聲嘅時候咧，其實佢都係只係俾佢申請臨時居民嘅，咁佢只係可以嚟工作或者係嚟暫停居留嘅啫。咁只係去到2023年10月開始啦，佢就有個 PR 計劃俾佢哋，但係佢個計劃同我哋唔同喎，佢就係佢需要咧喺加拿大佢有公民或者 PR 嘅親屬，佢先可以以家庭團聚嘅理由咧嚟申請 PR 嘅。咁而香港人我哋個計劃唔同喎，你只要嚟打工，你唔需要有親屬，你唔需要有其他嘢，你嚟打工儲夠鐘或者你嚟讀書，你就已經可以直接申請 PR。所以我哋嗰個計劃其實係受惠啲嘅。咁同埋我有朋友係烏克蘭嗰個計劃咧，其實舊年咧2024 10月嘅時候已經結束咗㗎啦。咁得1年嘅啫佢哋。同埋我有個朋友咧係專搞呢個烏克蘭嘅計劃嘅，咁佢都話俾我聽咧，就係最新嘅消息啦。佢哋而家批緊嘅都係咧2024年1月第日佢嘅申請嚟嘅。咁其他都喺度等啦，同我哋一樣啦，即係大家同坐一條船。咁所以我想講嘅就係香港人冇話特別遲過其他嘅計劃，只不過係我哋同其他排隊嘅都差唔多啦個進度。咁我就唔係話將 IRCC 呢個緩慢嘅審批咧就合理化，我絕對覺得咧特殊措施，我哋係特殊嘅措施㗎嘛，咁應該就有特殊嘅處理方法嘅。所以我唯有寄望咧就係下屆政府上場嘅時候咧，可以推下個移民部長，為俾啲特殊嘅審批。特殊嘅通道等我哋特快批核啦，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係應該俾香港人，亦都你咪俾埋晒其他人咯。但係即係我覺得呢啲特殊措施應該係全部應該特殊處理嘅。好，最後大家會唔會驚呢個 H&C 呢個 quota 咧？2025你得1萬啊嘛，但係2026咧又得6900喎，2027咧得4000幾嘅，嗰度集咗4000幾嘅。咁會唔會過咗呢個 quota 係咪即係話我會被拒咧？咁呢一份咧我 cap 出嚟嘅咧係加拿大政府發出嚟嘅一啲資料嚟嘅。sorry。咁咧大家可以見到咧香港 PR pathway 咧係只係有時限，係冇上限嘅。冇上限嘅意思，佢呢度寫到明㗎 ，does not have a cap on applications， 即係話佢會 cap 咗你個 number 嘅，佢只係 cap 時限，即係話你過咗2026年8月31號，如果你走去9月1號嚟申請咧，咁你就 sorry 啦，即係你冇得再申請㗎啦。但係過咗某個數，佢冇一個特定嘅數話過1萬我就唔批咁樣嘅。咁所以大家呢一方面咧就可以話點講咧？叫做有拖冇欠，佢係會拖住，但係咧，如果你能夠滿足到佢個計劃裏邊所有嘅 requirement 咧，都係有機會批嘅。好，咁我頭先講咗咁多啦，咁我唔知道大家心情會唔會覺得舒暢少少啦。但係以下落嚟咧，我就講一啲實質嘅點樣可以幫助你哋個 PR 咧，可以更加快捷去申請。咁何謂快捷？我永遠都覺得，首先最緊要做好咗自己先，做好咗自己，即係話你要確保，如果你未遞申請嘅話咧，你要確保你填寫準確啦，你嘅資料要齊備啦，你嘅時間要充足，唔好臨到最後1秒，因為咧有啲朋友啦就係話自己嗰個 Open Work Permit 你個開放工簽已經就嚟到期啦，咁咧你就去申請嗰個 optional 嘅 Open Work Permit，咁就好擔心唔知幾時批。咁尤其是呢啲咁嘅情況咧，我就會叫啲客咧預早咧走去準備資料啊，同埋去申請嘅。因為 IRCC 就好衰嘅，如果你有啲資料你填得唔齊啊，或者係錯咗嘅話咧，佢就成份彈翻轉頭，當你冇申請過，咁佢就話你 incomplete application，incomplete， 咁佢彈翻轉頭咧，咁你就要再申請㗎啦嘛。咁你到時可能就唔夠時間，就會冇咗個 maintain status 嘅可以繼續工作㗎啦。咁好啦，下啲點樣可以叫做準確去申請咧？第一點就係話，大家要清楚你個申請次序啦。譬如有啲朋友就話佢要申請嗰個 optional 嘅 open work permit， 咁你記住個先決條件係你要遞咗 PR 申請先，你唔好就去申請咗嗰個extend 你個 open work permit 先至去申請你個 PR， 咁呢個係先決條件嚟嘅。
第二，你要知道你申請緊係乜嘢類別，因為我都知道啦，呢啲咁樣嘅 terms 咧好混淆啊，因為有朋友就話喂咩 OOWP 又 BOWP 又 OWP 咁究竟咩嚟嘅咧？其實我哋香港救生艇呢個措施係一個特殊措施，我哋底下批嘅俾你一個就係當你遞咗 PR 申請。佢又知道你審批要好耐㗎嘛，咁咪等咯。等嘅時間你要去做嘢喎，咁你做嘢佢就會俾一個 optional 嘅 open work permit，因為有啲人唔需要嘅，即係我都唔使做咁，係嘛？咁所以你要 optional 嘅 open work permit 咧就係 OOWP。仍然都有啲網友咧就係咁叫自己嗰個申請緊嘅work permit 咧就係做過橋工簽 bridging open work permit。其實過橋工簽咧同我頭先講嘅 optional open work permit 咧。個性質係真係類似嘅，真係相似嘅。只不過咧喺加拿大嗰個移民法底下咧，過橋工簽咧，佢係特別俾幾類型嘅經濟類移民咧去申請嘅。譬如你話你係 express entry， 或者你係省提名計劃，你遞咗申請，但係你等緊，你又想工作嘅時候咧，你就申請過橋工簽。咁其他人係冇資格嘅，所以如果你遞個表，你話俾 IRCC 聽你係申請過橋工簽，而佢又發現你都唔係經濟類別，咁佢就reject 你㗎啦，因為你都冇資格，係咪？咁到最後啦，如果你就咁樣話俾佢聽，你申請 OWP， 即係 Open Work Permit。Open Work Permit 咧，亦都係喺一啲規條底下咧，某啲人、某啲類別咧，先至可以申請開放工簽嘅。大家我唔知你哋有冇聽過咧，喺開放工簽其他類型嘅工簽咧，就係叫做 LMIA， 即係僱主擔保嘅。如果你唔合資格去申請，即係你唔係某幾個類別可以申請開放工簽嘅話咧，你咧就要你個僱主去申請一個程序，就叫做 LMIA， 攞到一張信啦，咁你先至可以憑住呢張信咧，就去申請你自己嗰個特定僱主嘅工簽，咁嗰個就唔係開放工簽嚟。所以點解有啲網友啦，就可能話我申請 OWP 到最後收到 IRCC 張信就話我應該申請 LMIA， 咁我估計either 係可能係個 officer 搞錯咗啦，亦都可能係個網友冇指明自己係申請Hong Kong Open Work Permit 啦，所以到最後咧佢就話你都冇資格申請開放工簽，咁所以佢咪掟翻佢去申請 LMIA 咯咁呢個就會走咗啲冤枉路。